群啊，继续来到这个台中的后里，这个当地泰安的派出所是一个看沙窟啦真出名的景点。讲目前开花开啊未一成，有真侪民众过年后元宵前走去这个所在要看沙窟啦，结果拢失望了。泰安派出所讲，差不多是为2月18才会开始来开花，2月下旬才是看花上理想的时间。树仔顶的樱花开了无讲解暗，民众徛伫咧树仔头前翕相留纪念。有全台湾上水派出所外号泰安派出所，是中台湾平地看樱花的圣地。不过今年因为过年时间比去年早，所以有真侪民众计是过完年得当来遮赏樱花，是不过会被走一抓。可能就之后要看樱花，要再找时间出来这样。像樱花开无到一成，泰安派出所嘛讲，今年泰安樱花季会为18月就开真济，到时阵卖规划相关的交通管制。如果要到满开的话，可能要到2月底、3月初。另外，我后里的中科三丰路边的樱花公园，即马开花嘛开无到一成，预计2月底才会开真济，到时阵后里得真热烈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